佛说八代人觉经，浩瀚沙门按世故译，为父弟子常以就业，至心诵念八代人觉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为无主，心是恶缘，行为罪数。如是观察，渐离生死。第二觉知，道欲为苦，生死疲劳，将贪欲起，消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第三觉知，心无养足，为得道求，增长罪恶，菩萨不念，常念知足，安平修道，为非事业。第四觉知，海带对老，相行精进，破烦恼恶，摧伏四魔，出阴戒约。第五觉悟，依此生死，菩萨常念，讲学道门，增长智慧，成就辩才，教化一切，适于大乐。第六觉知，平苦道愿，行极恶缘，菩萨布施，顶立万亲，不念故恶，不净恶人。第七觉知，五欲过患，虽为俗人，不念世乐，常念三义，下拔法器，志愿出家，修道清白，梵行高愿，自悲一切。第八觉知，生死急然，苦恼无量，发大信心，普济一切，愿代众生，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如此八事，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。精进行道，自悲受惠，成发身存，自涅槃幻，复还生死，度脱众生。以前八事，开导一切，令诸众生各生死苦，舍离五欲，修心圣道。若佛弟子诵此八事，于念念中灭无量罪，尽处菩提，速定正觉，永断生死，常住安乐。